这里是绍兴，一座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古城。这里是绍兴，袅袅乐音流淌于每个粤乡人的血液。坐上乌篷船，点一壶黄酒和一碟茴香豆，船晃晃悠悠，转角出现的那座戏台带我回到了从前，那个童年的夏夜。大人们约上3、5好友聚在戏台下，那天籁之音就这样慢慢荡漾开来，它的温柔典雅在人们心里播下了一颗种子。粤剧，中华优秀传统戏曲之一，它走过了110多年，却依旧闪耀。在树立文化自信、重视文化建设的新时代，承接粤剧的100年文脉，不仅需要专业戏曲从业者，更欢迎所有粤剧爱好者们的加入。来绍兴吧，这里的一切仿佛从未改变。2016年举办的第1届全球粤迷嘉年华，到如今迎来了第6个年头。我们初心不变，理想不变，随处可见的舞台，有模有样的台步，婉转动人的唱腔，鲜花、欢笑和掌声。一方水土滋养一方音韵。10月的绍兴，粤剧广迎四海来宾。大家好，我是方雅芬、吴凤花、张瑞红，我是李敏、谢群英，我是粤剧陈飞、徐敏、张小军、郑曼丽、张琳、李小旭、许杰、张学芬、孙伟娟、阮建荣。乐迷的盛会，群众的舞台。第6届全球乐迷嘉年华，欢迎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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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祝第6届全球乐迷嘉年华圆满成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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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圆满成功！绍兴欢迎你，期待您的参与。
谢
很热闹，那是什么地方？相公，前面就是大寺哦。这些人都是去烧尸体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天是2月的剧，观音生日。观音生日，相公，我们也去请亲人了，有完好吗？倒也是。哦，慢。相公，你什么事啊？想要大事化重，今日烧香的人女才刚用去，我等前去问他一事，相公，我们只管去有完，不去看他们也就是了。万事不去的。好。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真好看！两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请我款款，请我款款。喏，两毛，你还请我？两毛，你还请我？相公，两个送来的好东西，偷偷地藏起来了。两个送到了什么东西？去来不空。原来是一方月培。西边月培观音。金银光景上看鸳鸯鸟一张，玲珑剔透月飞弹，快来此房多珍贵，品茶名香。相公，这块牛排就今个晚吗？这牛排不只是财神吃了的，我们理该发挥原旨。相公说的对，那我们要怎样回问人家呢？我们不妨就在此等候，那设备之上定要到此寻找，那时可将女儿发奉还。相公说的有理，那我们在这里等吧。那要等多久？我们不再去游玩啦？哎，有称上进又不是大事，这牛排乃是贵重之物，岂不要接娃呢？设备之上。真倒霉，都是你！这块什么有白呢？好，在这里等吧，等吧。莫非是失落了贵重之物？是我家小姐失落了贵重的东西。是你家小姐设下的。我家小姐来了。莫非
心上，夜来风轻。大姐，可就是这一方要呗？那小生就越发风外了。都是相公。都是为了你们，都是为了陪酒喝酒呗。哎，我们在这里等了半天都不能走开。两夫。见面是哪一家呀？是。咦，小公，这不是吕先生的家吗？怎么？是我先生家里？小公，你连吕先生的家都不认识了？哎呀呀呀呀！咦，好生奇怪！我先生只生一子贫妇女儿，这位小姐她是谁呀？哎，啥人来到我家门口东张西望啊？哦，原来是刘师兄。刘师兄，久违啊，是久违。哎，侬为啥站在门口关门不认呀？请进，请。刘师兄，哎，话嘛，等一等再讲，让我进去帮侬倒杯坐来。刘师兄不用客气，小弟还有话要问你。啥个事体这样心急呀？实在小弟路过府上，看见有什么啊？哎呀，侬快讲啊！哎呀，侬为啥讲我这样吞吞吐吐的嘞？你快讲啊！哎呀，刘相公，
就是个子分头分啊，分来分胖分细，角角点点，标标致致的那一股。刘师兄，这位小姐她是谁呀？哦，原来你要问的是他呀？哎呀，是啊，他嘛是我家的阿妹呀。哎，小弟与刘兄自幼同窗，情同水族，从不曾听说刘兄还有一位灵媒呀。哎，从前没有嘛，现在有了呀。哎，刘师兄休开玩笑，他到底是谁呀？啥人同侬开玩笑？阿妹嘛，就是阿妹。哦，梁师兄啊，侬不要奇怪，让我来讲给侬听。玩笑尽是从我旁听到真家，未来是双儿不上家。我听得女声落了泪，我是叽叽啷啷啷啷，叫那庄稼去叫我娘，从那我娘，她说是山东一人冯家养女，才听到南京来经商，我因是父母报应是他受生气要吐家，母亲见他多怜爱，记着命啊是听出来，他的身世实是凄凉。是啊。请问刘师兄，不知灵媒教我方面，今年青春多少？可曾许配上嫁了啊？哎呦，梁师兄啊，侬一不看相，二不说明，侬问的这样仔细做什么啊？刘兄喜得灵媒，小弟问问又有何妨啊？该问啊，应该问。他呀，名唤云雅，今年嘛18岁。这婚姻嘛，怎么样啊？哎呀，王门失落嘞！哎呦，妙啊！梁师兄，这个呀，可是了。灵儿与人分下房，他闺中陪着有新郎，举头留
哎呀，梁师兄啊，劝梁兄去咱们你那个女王不肯把后进去。哎呀，他的家更何况郎才女貌是真心郎我做媒你是高成功，弄好为知他真能做新郎。此东西刘兄曾见。好，我就收下你这个下美丽了。小丽就等儿嫁衣，嫁衣，上花了。好，我马上去把侬郎贵，郎贵，换小姐在哪？刘师兄，这。哦，阿妹啊，你阿哥不能引荐引荐。这位就是梁师兄，梁师兄，这位是我家的阿妹。梁师兄，是妹。恩兄，唤小妹出来有什么事么？阿妹啊，刘师兄梁师兄，过来。哦，原来你是想当面就亲的。不，去，小弟告辞了，告辞了。梁师兄，一切把套，一切把套。一切把头。恩兄，究竟有什么事么？阿妹啊，恭喜阿妹是何喜阿妹在？小妹喜从何来？阿妹啊，方才那位梁师兄，你可曾看得清楚？哎呀，恩兄，你替他做人。阿妹啊，那位梁师兄，他是托阿哥来做媒的呢。
家怎么说得出口哦？但我拼命点呀，这个媒人嘛，我是一定要做成功。什么地方？偶像，当我王里把那本商务报纸拿到西王里来，小心，好心了要你的渔民美香，把这个画笔拿走。你们都与我下去，这里没有你们的事。是。宝贝，是娘叫他们哪来的呀？娘，我说你也太偏心了吧？娘，怎么会偏心呢？这三五报纸那是女儿所爱。特地从京都带了来的，你为什么要把它拿到这新房里来呀？新房里没有一些好看的东西，就去门口了，也不像样。像样？
是个养家多子我难得在，做后娘落得顺风把饭尝。你我将来10计划，让他宝贝儿子是人帮娘。为哥哥长相的多才道，恰把娘丢一趟。哎呦，这个是天地良心哦！娘把你捧着他不捧着他呀！为娘为了你的婚事啊，做娘可是吃饭一想，睡觉一想。喏，去年在京都，娘不是替你旅行过吗？可恨那些家不识抬举。哼，哦，不提他了。如今啊，你弟弟在京都留学，为娘我在家乡留学，总想替你找一个寓教于师、于才于貌的王孙公子，配得上我宝贝女儿啦！哎呦，宝贝，娘，林夫人花轿来了。知道了。好了，花轿来了，我要走了。哎，宝贝，咱娘一道去。咱娘一道去。娘，哎，
阿舅见月老，你拿什么来谢我啊？两宝，快去酒来。哎，慢了，新郎官，这新房的那个剧嘛，应该先进新娘子才是哦。梁师兄啊，你我往日同场，今日郎聚，我愿你同我家的阿妹是相敬如宾，把手接牢。谢刘兄敬言。梁师兄，我的阿妹到了侬的府上，我的美人嘛，总算做成功的。不过，我阿妹在永婚之时，一发手小3年，你可要谨记在心啊！两夫两宝，快在吕相公一道去喝个痛快！哎，宋刘兄，哦，新郎官啊，吕布啊！吕相公最好，最好。刘兄的情呀发言，不尽娘子离人，他为报垂老要生孝，我理该见他孝心3年，放得他情结丝袜渐渐紧，若是何因大情言，太觉得心有灵犀一点通，今后闺中之约，我心有那一人去爱情。要去红巾诉衷语，
还是不应也吧。
你去为兵你家相公，生我无心伤月。大娘啊，只为你终朝最难不还朝，相公是最得苦心多文章。
抬头看林外有阴晴，来到我此打碎了他。大娘可是请来了。大娘是他谁去到？哎呦，好，我想少来相公有赏。谢相公。大娘子有了福，好日光来家草木。望娘子实在，既称夫妻，何必客气？我对他应那情理，他总是何必客气？我只得宽心，哎呀，奶去买在他家桃里。娘子，请来见礼。家务长里不见也罢。请坐，随便坐吧。娘子，此言差矣。人长交往总有礼节，你我虽是夫妻，理该相敬如宾。你我举头四书，通达礼仪，见面怎么连个道理都不讲么？是此举情从简也礼。哎呀，有礼奉还，有礼奉还。啊，娘子，请坐。动手。素日不见娘子，不知若天可爱，饮食可好，夜晚可听诗话。见天无恙，不劳操心。你们何想请我来到花园，不知有何见教？娘子，我看你总是到茶房中，只怕要闷出病来。看这里丹桂飘香，明月皎洁，故而特别想在，请娘子前来散散心呐。娘子，请饮酒。你不是早知母不为饮酒的吗？这不知还有何要事？既无要事，我要回房去了。娘子，你我虽是夫妻，却也难得聚谈。今日既已到此，又何必急于为房？望请娘子再坐片刻。请。娘子，
你时来我家已有3月，我看你总是愁眉不展，不知有何心事啊？我哪有什么心事？哎呀呀！娘子真是并无心事，这烧眉金锁长须短叹，岂是瞒得了神的？啊，娘子，你到底有何疑难之事，还是与我讲明，我也好为娘子分忧解罪呀。你可知个人生于世，非常生于非常事，非常事与非常情，这非常情你何必知？谁在是个人是与个人事，可知他夫妻原是恋爱离子，娘子心中有非常事，只怕乃瞒我两月事。他言语早应知，难道他话终于所娘知？子不必证明，若是要猜破你心事，你怕是蓬莱仙家子，何必往事费心思？就让我今日传到仙儿家子，来猜猜娘子的心中事。你去猜吧。娘子，我不是来我家解决，我是一
我还有一言，请娘子听了。世上那有你这种奇人啊！
妻你为哪？我今上京思上上，看起来我前世手工非手大，今世夫妻奈我好。他既父亲对我是我，何必自己心外难？回房再穿家，谁骂我娘子？哎呀，真得了！对呀，我还是好也去转回，他妈家他的嘴，哎呀笑。莫非娘子身子不垮，安谁去了？我也不必惊动于他，还是伪装死亡，明日再来。咦，我刚要伪装死亡，他倒在里面叹起气来了。遇到事要知心腹事，探听背后也。官人啊！官人，哎呀！他在我当面从不曾叫我官人，今日在背后倒叫起我官人来了。哎呀！这多少有趣哟！良牛死哈，良牛死。喏，刚叫了我一声官人，怎么又叫起我的名字来了？总说你百般劝教，方天我烦恼。这是什么缘故啊？天
怎么又哭起爹娘来？娘子啊，这小孩他最定要帮，你为我3月来不图真啊人亡，坚持到底是哪个？你理该对我说明白。我弟弟当朝为丞相，靠替你做主。也将那接着再结交。梁子龙，你这老子怎么是弟弟嘞？哪里见着梁子龙，不该常是把拳弄。上起天子下呀阵，伤害我妇女心太凶。谁知道张草根不知，造成我兄妹各西东。此件事好比关门杨门户，我恨不能再跟你这老天有痛。因此也好是霹雳当头红，下月来见着是两生龙，我知道你为国倾城立苍松，恰不了你常是把joy弄，配得他小小月岁是三重，却总良心太凶。横是我马头枪下把时空，老夫做过内梦，今日恍然醒大梦，从此今日
呀，你三女子有胆量，做事离开三思想。幸亏接我来听见，十派人知道，你先要逆风的后是高粱。娘娘讲，娘娘讲，骂你奸人娘娘讲，离你连此言不详，宽赏我兄长押与你，一厢情愿献计乱讲。你没婚不成恨在心，就算入不为你断丝刀，我牙尖虽然遭痛害，欲遭报罪你也命难逃。应该骂得好，妹子她胡作非为谁来道？娘子啊，你不与我若是同商量，只怕你空话他吃黄土牢。娘娘是哈，娘娘是啊！怎么骂到我的头上来了？我有什么好被你骂的呢？王位多多生言事，既放举情我不允，既说言言仍相思。我嫁到你将会报罪，要人夫妻总尊事。欲遭一生真雷同，我兄妹总蒙得了子。先斩老子两只龙，二丈不言两真事，三丈要笑两牛叫。再丈你，哎呀，你这冤家两牛死。好气，好气他推推搡搡骂要死，不与我怒气来压制。我与亲家非同门，他亲家红我比上子，我凭啥对你有错？你是非不分要我死。你去母亲我负义，为他病命我娘去将鸳鸯亲草死，娘子是笼中之鸟，房中玉，今日绝难逃一死。难怪他报仇离他子，我不帮他反爱他，空为上街欺压女子。他既不敬我有情，我为他隐藏着披天事，今晚对他表心意。轻轻地叫他
娘子开门，开门来！外面叫门的是哪一个？是我，若是来了。听说是有事把门敲，我心惊胆战问他乡。倘若是方才之言，他听开门来！来了。请进，请。请来见礼。家母上礼，何必客气？请坐，随便坐吧。你是什么时候到来的呀？我是方才到此，一到就叫你开门的呀。哎呦，十分好，十分好。京东娘子往不见过。夜阑人静，你到此做甚？这娘子孤月有门，一夜不发就回转房内，我放心不下。故而他来请问娘子，到底有何心事？我哪有什么心事？你谁的同意？看天色不早，快回房晚睡去吧。啊，娘子，我方在敲门之时，听到娘子托人在房自言自语，不知讲些什么。我没有讲什么。我明明听见真实没有，到底讲什么？我是在念经。念经？娘子念的是什么经啊？是心经。心经？哼，你念错了。真是念错？没有念错，那请再念几句，借我听听吧。遇到是无人念经，欲口无心，念过吗？也就忘记了。娘子忘记了，我倒还有几句记得，让我来念给你听。我不要听。你呀，非听不可。娘子，听了啊！唉，开门乃至房瓦进，开着门有人迎侬就快得起。娘子，听了啊！唉，爹娘，爹娘咦，这么父亲爹娘来了？这是在你心境啊！我的娘子来是
夜见君王，传罪奸人扶邦将，那权奸为恨四道计。8月15，爹娘必须传爱皇上，又做那我兄长下用意，允许团亲早策划，为报他人能伸冤，他也有到城下用呀。你这胡言乱语讲些什么？哦，这些都是胡言乱语。好，那我就念几句真正的经叫你听吧。梁世龙啊，你是老臣，把你见着梁世龙，不该常是怕传侬。上欺天子，下压人，残害我妇你心太凶。你可是在朝等弟子，逃出我兄妹过西东。何必关门养莽夫？我恨不能碎死你这老金庸。娘子，这几句对不对呀？你不要再讲下去了。看天色不早，我要回房换谁去了？慢，万岁万早，我还有几句最好听的在后面呢。两月4号，2月4，骂你父子2月4，你枉为10多生年事，几番求情我不用，你今算夜夜难相思。我嫁到你家为报罪，要人夫妻重转世，越早一日成雷动，兄妹重逢得了字。现在老子梁世龙，二战不言两生死，三战报效两日交，谁在永恒家2月4。下用呀，下用呀！我弟弟害你父母传世发长，立该报罪。我母亲祖父做长世气生，也苦赞得。我妹子父子非为岳父同门，咱也不冤。我2月4，一非之门，二非同道，也不曾太臭了你。你今说也要杀我，你就与我来，去，到海棠禀明母亲，与你父母申冤。真正岂有此理！方才只言道理，你看来是非双通，他们
今日我也叫怪人。见他常为我心不忍，夫妻娘子诉衷情。今日的喜为我来在心，爱叫欢笑也在心。把妻家子装着无脑去多病，娘子在外面心，在旧机上关下有呀，你在对你多自在，你恰对我下眼中钉，今日里话才是难相信，是怕你是抱着死的旁观心。你要命，我要命，你无情，我也无情。我若是见在自知少人心，看来断了关杀情，我必低声下气去去看。亏要加倍，倒叫我自己来下台。娘子她当真动了情，我还需设法去挽回。娘子，去见你母亲去呀！去不得，去不得。方才我是同你开个玩笑的呀，我是跟你是非不分，岂不为不动声色就去禀明母亲？又何必经得往来，对你才讲你？我还在那里生气你 ？No， 要思着想，有理理。哪里来的这许多道理哟？方才给娘子受气了，官臣谁求了？娘子，像我母亲和妹子都是你生我最生，如今你生在我家，夫须行动小心，言语谨慎，稍被某妹知道，其后非想。谁？是我。妹子，哥哥，弟弟京都来袭，母亲问我。命我将书信送与哥哥观看。弟弟命我立即进京赴死。是啊，母亲之意，叫你今日成为明日动身。明日动身。是啊，弟弟即使
候放心了。我想还是不娶夫死。你父母是之前的，你若不娶，还要啥产后呢？我想你娶以后，我再伪装来见，等你已经用过再来见我，你看可好？是此人好。那我在明天临营之前，亲自携送你回去。娘子，官人啊，你离乡背井三更啊，沿途崎岖是保养，因
下官要修家诗一封，逼你前去送与大娘，待我写好事信，列接动身。是。我推到在乘风得意，月堂金马虽是远，乃杀夫妻两分离。相约为父，弟弟回来了。弟弟回来了，我来了。孩儿拜见弟弟，恭喜我儿，贺喜我儿。孩儿娇饮得中，何作挂齿？不中状元乃是一喜，今生我儿又有大喜之事啊！弟弟此话从何说起？方在中林宴上，岳亲王爷见我儿才貌双洁，十分喜爱。女儿将她独生女儿，并养穷子，早儿为穷妈，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？哎呀，弟弟，你可曾答应了？天子为媒，高攀王亲，为父是算是答应了。哎呀，弟弟，你难道忘了孩儿在家已经娶过妻了？怎会忘了？欺负一方，难道弟弟不知早糠之妻不下炕，定期再娶才乃当？刘家宦门门庭地，将他休妻又何妨？母儿造了穷马郎，谁管人才？是在将天桃共立，不能弃。通经大别，自平常。此事孩儿万万不能答应。母儿，你好无头啊！须知那岳亲王爷乃是皇上嫡亲皇上，母儿早了穷嘛，就是当今的愚昧长了。京东两家有了他山之考，你我父子同葬朝纲，后罪不能随心所欲，永报富贵。不在他好不必呀，岂不是欺压天下是在望？弟弟，你在朝中为臣阿想，应该出心报国做忠良。才得真何用他山靠，他不该长时把朝纲。须知道其心之事难欺天，切莫要做件知否何时长？一切早为对所前言，休待他年后会长下奴才，奴才手啊看长王，你尽管教兄为父下犯上，我一听难更。
今有期望，刘家豪门不相配，其昂配与何方相出山。你不从父命，大不孝。这不孝的财命而愿担当。呸！王家亲自欺人儿媳，何况天子为媒，为父已经答应了，明日将你送到王府去，也要你去；不去，也要你去。弟弟，你这该死的小奴才！开始今副长下军苏当中，府中归当不埋堂，身上不讲终结分，朝廷昏昏啥苦恼，是此是当真为怪，母亲能谁负重，把天亮堂。相公，我营里的事好了，快把私信给我。梁凤，私信不用去送了，相公与你也齐回去。那好啊，索取衣帽来。是。写什么岳大为呀？去打鸟回来的呀。难道我今生落眼睛？
了。夫人，你们都与我下去。是。实在听两宝言道，婆婆身子欠安，不知生的什么病症？是心病。媳妇绝不问安，还请婆婆施在。不管啊，是不管。嫂嫂，我们几次差人接你回来，你为什么再三不肯回来呀？只因我是逢继母病体，无法脱身。那么，亲家母的病体，事情好些了没呀？托婆婆之福，继母病体已好得多了。我是亲家母啊，多亏在长江里见了你这个小人女儿。啊，媳妇啊，我真想问你，你家住哪里？生身父母是谁？媳妇原本姓冯，是山东列镇人士，生身父母不因早年丧爸，恐怕不对吧？我已见得你瞒多别人，强迫不管我母女，我却问你，那一日我接哥哥送信，听哥哥对你说道，吾是引动小心，言语谨慎，才被母妹之讨，几无非笑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哥哥真有啥蹊跷？为什么我怕我们母女来知道？为什么你平日对我们多冷淡？为什么你死于冤人？你伤眉梢，分明是男人非常子，果是仙梦一同飞笑。这都是我们夫妻之间最繁重的喜宴，姑娘想到哪里去了？好一张脸！你可知知识满街难隐藏，四处有言兄弟来，你兄弟来，你应同毛动下有你，分明你是长兵轻慢，下有呀，下有呀。我心目真为变心想，如不见你我非猜想，明同毛同人不少，怎能不断把在讲？因怀强言我纵容，劝你还是讲真话，讲真话。句句在言，你不信这天大的冤，我当不想。此地不为你讲，且慢，你到哪里去呀？继母病体病愈，委屈日哼！今朝许下他两家，你们真的是吃不讲理！同意，还讲什么理？还不与我回房去？去！
早，定是一朝送官，又叫谁娘来？
娘，白天之时，我想都有偷听明白，不送大娘早安，故往我偷了所思，前来相聚大娘。我想，云也是以保罪之身，绝不让你的大娘不必失此。趁此还言不生，你快些走吧。慢。大娘，后门开着。香！哎呀，大娘，你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快走。请按送官厅，放小心的很。给我绑了起来。一家一命。哎呦，你总要对民丈女，这真是光宗耀祖啊！你自己可惜了。母亲，请放你来说。母亲，因我不见我娘子，这哥哥嫂嫂不是亲自送到刘家去的吧？反正我已去过刘家，月某一道只是母亲已将他接了回来。阿妹子，快唤你嫂嫂前来。这你到哪里去叫啊？母亲，我娘子在哪里？这我怎么知道呢？哦，你问你妹子去。妹子，我娘子究竟在哪里？姑姑，老实告诉你吧，说人啊，我们是接了嫂嫂回来，可是今日一早，房中却不见了她的人，我们也在寻找你。莫非娘子她？母亲，昨日才叫她接了回来，今天怎么又为我不见了呢？这，请问母亲，这是为何要叫她接了回来？娘生病才把她接回来的呀。母亲生的是什么病啊？是疾病。相公，这是夫人根本没有生病。两宝，你胡说，是没有生病嘛？两宝，你我从实的讲来。是，这是小姐命我去接大娘回来，说是夫人得了疾病，等大娘一回来，一看啊，夫人好好的坐在堂上，哪有什么病嘛？两宝，你胡说，是没有生病，我又没骗人。后来呢？后来夫人小姐把大娘关在了房中，还上了书。因此也来王怕听，
莫非娘子失了计？两夫两宝，换钟家的岳父中去水草，他等去水。是。岳父，你好放肆！不见我娘子绣花玉丝赴桃林。你想怎么样？我要你们玩我的娘子来！哥哥，嫂嫂，啥是一本事大？你要模拟人不成？你是什么？我是他是一本事大。简上！你们要问我的娘子来？岳父，你为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，对我如此的无礼，真正岂有此理！哥哥，老实地告诉你吧，他却是朝廷亲王夏永阳，我们即使把他杀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。你们宝贝死了我娘子，宝贝，我要你们的命！你啊，哥哥，哥哥，你就在此情不放天，对我平花你给你知道，绝不少你。宝贝，神到哪里去了啊？你回来问我，我哪里会知道嘛？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快去抱过去，快去抱过去！你这个小畜生！
若培养不见起，我常在心碎。会不该苦唱那高会，会不该情别离两地分开。娘子，才找到谁是难在？娘子，今行在前啊代。从今后，三姑爷凄凉怎为？我愿谁呀到应死，在长双在啊背。娘子天下无事人可期望，天生的生儿也悲伤。他四次多情是无伤，我真伤心对他没真相。相公，请用参汤。谁要用什么参汤？娘子，你死得好苦啊！相公不必伤心，大娘还安在呀？好像你说什么？大娘还不正事。不正事？好像相公有所不知，说是夫人小姐将大娘到所往来，说是今日一早就要送官去拜。我想心中不忍，故而昨夜三跟我推了说事，说送大娘到真了。好像你此话当真？当真？故说故说啊！哎呀，好像请上随我一拜。相公这下努力了。现在何此啊？相公，你何不再到来相公家去问问？哎呀，对呀，上帝是重逢有希望，我该往刘家寻期望。相公最好，多谢后相。相公。啊。
要被那两家发觉，岂不要连累恩兄一家？毛病在，来，快跟阿哥回去，叫你阿嫂把侬调理调理。恩兄，小妹没有病啊，没有病啊，根本一定是出啥事体嘞？恩兄，此地不是讲话之处。好，跟我们到屋里去讲。阿妹呀，到自家屋里嘛，还有啥个犹豫不决的呢？来，快跟阿哥来！真想不到，我个阿妹竟有这样大的冤仇呀！恩兄，小妹来此，岂非要连累恩兄一家？小妹于心不安呐！阿妹啊，你我既是兄妹，就应该像同胞一样。阿妹与那做阿哥哥，理该去承担。何况得救的是你忠良之儿，阿妹啊，侬呀不必太顾虑了，请进吧。请。恩兄，阿妹啊，侬到走之后，个老七部一定会派人四处寻找。侬外面嘛，侬是千万不好起来，只好躲在屋里。不过这鉴定二堂、上访虚格，侬是统统的不好起来，只好躲在阿哥那个私房里。那个私房里吧。哎，谁躲在阿哥那个死柜里？说是那老七不到来，做阿哥的也有办法对付。当等天一黑，我就安安稳稳的把侬送出扬州。阿妹啊，侬看可好？恩兄为小妹如此操心，小妹挂恩不尽。用法咋个？阿妹啊，侬先进去躲起来，让阿哥帮侬先去打听打听。哎，阿妹，
强大的冤仇呀！说是早点把我晓得嘛，这个美人嘛，我也发作了呀！刘师兄，好像是梁师兄的声音。刘师他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呀？梁师兄，居委啊，居委。哎，我啥时候回来的呀？小弟刚才这种京都回来。他在见过堂上弟娘，我已见过岳父母了，小弟有要紧事体，请问刘兄。你到厅堂去吧。厅堂不便。哦，还是私房里好。梁师兄，这私房嘛，这几天没有打扫过，肮脏的很，还是厅堂的好。还是私房里好。梁师兄，梁师兄。梁师兄，我娘子可在府上？你估上是为我阿妹来噶啊？哎啊，梁师兄啊，昨是你母亲有病，已经把我阿妹接回去了呀。昨天是接回去了，不知今日可曾见来？见什么？没见过。当真不曾来过？我只是骗过你了嘛。那告辞了。梁师兄啊，你话都没有讲完，怎么就要走了呢？我想阿妹到底出了啥个事体了呀？实不相瞒，我娘子她啊不见了啊！我阿妹就不见了？那么是怎么会不见的呢？唉，刘兄啊！我母妹骗我娘子回家里，到处旁门四道去，我想好心娶娘子，三更操碎难寻觅。我母亲弄你与我阿妹与走，是啊，这不是啥个走嘞？这件事关系重大比儿戏，母亲能泄露真相天是地。刘兄啊，既然我娘子不在世，我辞别刘兄去寻亲。梁师兄啊，这样大的扬州城，你上哪里去请他呀？金太娘来不知意，娘子啊，叫我到此来寻你。哎呀，娘子啊，你倒是不明白，我先去思考一思。哎呀，梁师兄啊！劝兄你不必拖地呀地，说不定我阿妹马上会得到家里。妹妹心哎呀忙忙等，小弟有话要问你。当初你比起为公义，今日里龙虎榜上名苦啊得罪一家一命。哦哟，对面常要是已经，我要向你两兄来恭喜。有什么劳，恭什么喜？你不知道平地风波起。风波？起啥个风波啊？王叔要我早去嘛。哎呦，这倒是不错的嘛。这真是贵上加贵，喜上加喜。我娶娘子必容易，情不自知难耐你。主官要我修前妻，我情愿也是穿他衣，
我指望夫妻从头愿乖乖出到回家里，下不到家中去我娘子的三思不相信。道出来，对我阿妹倒是真心实意的。哎，好了，梁师兄啊，我劝你呀，也不必哭得太伤心了，就让小弟我再来接你做一个媒啊，娶一个与我阿妹一样的小姐啊，你看可好啊？呸！我是娘子心本情，你恰似不在意。我父子今朝结是分，你反来劝我另娶妻。兄妹之情无关的，往为同参参知己。从此与你团圆聚，一往东来我往西。梁师兄嘛，这梁师兄，阿妹，官三，娘子。烦恼都对光，机关人一关不准拉悲香，到家务心酸那人为关怀。娘子啊，你为我藏在四柜里，官人啊，你看这位小姐可像我家的阿妹呀，这下你算是称心满意了吧？刘兄长你用几心，我夫妻三上协商，用法长哦，阿妹。梁师兄，你们将来作何打算？我想娘子远走高飞，对王叔说的好，扬州不是军旅之地。好，你们等等啊！官人，我们不是到晚上到我母居家中，谁你可代替我兄长下楼？你看不好？只是求于娘子，阿妹。这些女子你们搭在身上，一边上儿手续，这里一切与我等待，你们话怎么啊？哦，梁师兄，阿妹，你们的
看清楚了。